資深藝人曾志偉喺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上正式宣布卸任 TVB 總經理。喺典禮上 ，TVB 特別頒發萬千光輝榮譽傳奇獎，有佢嘅好朋友譚詠麟擔任頒獎嘉賓。曾志偉喺台上發表感言，表示自己有啲江郎才盡，覺得係時候退下嚟，俾年輕同事有更多發揮嘅機會。同時多謝 TVB 同事同埋香港觀眾嘅支持。TVB 發新聞稿宣布，曾志偉將轉任新成立嘅諮詢委員會召集人，憑住佢豐富嘅經驗，為新節目內容同埋策略方向提供建議。行政主席許濤大讚曾志偉由2021年返嚟 TVB 以嚟，喺節目內容改革方面貢獻良多，並期待佢喺新職位上繼續發揮創意。曾志偉2021年返 TVB 擔任副總經理，負責綜藝、音樂節目同製作。任內，佢大力推動節目內容多元化，並加強同香港娛樂業界嘅合作，推出咗多個備受好評嘅綜藝節目，例如《中年好聲音》。